讲道中心对心开始，请曾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阮恳求上帝，你听阮的恳求。伫阮的恳求中间有感谢，为着今年中间所经过的年日，为着你所享受的平安，为着你的陪伴，阮感谢你。为着新的一年要开始，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甲阮洗清去，互阮亲像要过新春，阮拢会大摒扫。主清去阮的心，互阮用清气的心来承受上帝你伫新的年所加添阮的幸福。使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圣神，搁一摆将你的应允的话讲互阮听，因为阮有时听无清楚，有时阮无永远了解，有时因为有侪世间的搅扰甲颠簸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互阮甲你做你同行，伫一生的中间行伫上帝你所欢喜的道路中。愿你的圣神中读你的话，真做阮的帮助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也这祝福，咱大家伫新的一年，上帝祝福恁有好年。今仔咱所读的圣经拢甲应允祝福有关系。牧师今仔这句话，牧师送互咱。也邀请你用安尼祈祷讲：上帝，我要用你做我一生的幸福。汉字的圣经安尼翻译讲：你就以耶和华为乐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兄弟姊妹，咱伫上帝的面前讲：上帝求你伫新的一年，将你的祝福赏赐互我。这礼拜有一个熟悉的当时的兄弟姊妹。伊毋是咱的教会兄弟的姊妹兄弟，伊敲电话讲牧师，敢会当甲我的查某囝祈祷？我讲好啊，我真欢喜。我讲来电话中祈祷，伊讲无爱，牧师，我一定要来教会祈祷。我讲你毋免来啦，遐远。伊讲这足重要，我一定要来教会祈祷。兄弟姊妹，你相信？你伫上帝面前祈祷，上帝真足听你的祈祷吗？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你的上帝面前用今仔日个圣经做咱的祈祷，因为这句话是上帝所讲的。以赛亚特别强调哦，这是上帝所讲的话。你要因为天顶的上帝，你的一生要充满喜乐，你要充满幸福。所以啊，这新的一年，上帝祝福恁。我相信上帝爱我伫恁的面前讲较侪祝福的话。我嘛相信上帝要通过咱同心的祈祷，上帝要祝福恁。就亲像迄个卡布，伊的查某囝伫一生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计划，所以伊无爱伫电话中讲。伊嘛不爱伫个电话中祈祷。伊讲牧师，我要来到礼拜堂，毋是伊无相信，伫伊心内有上帝，是因为伊真心中重要的事，爱用心中的心来追求。上帝祝福咱伫今仔日所共读的这段圣经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主的面前。咱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大家教会，我相信今仔日拢咧做重新开始的礼拜，因为大家人拢知影，过来就是新的一年要开始。大家拢嘛知影讲，我会重新调整脚步。古早咱的唱歌迄个老时表啊，常常会无准时，所以咱爱常常啊，因为迄机械式的手表吼。伊爱常常用人工去做调整，
即摆你用的手机啊，甲你的时表啊，拢毋免，为什么？因为迄拢有 GPS， 就是讲伊迄个卫星的定位，通过迄个空中的即个自动的调整，咱的时间就会自动的归零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要常常做更新。有时是上帝咧，甲咱更新，咱无感觉，就亲像迄个 GPS 常常，你手机啊摕起来，永远是正确的时间。你的手机啊，若去到国外，伊自动的调整迄个国外的当地的时间，哇，遮尔神奇！是，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嘛需要常常调整。今仔日咱的周报内底有夹一个，这2礼拜的牧师的讲道，拢甲更新有关系。毋是牧师学更新，我毋是甲恁讲我频段看更新，毋是。因为迄个时间点，就是咧甲咱讲起，这个时间点真重要。顶礼拜嘛咧讲起圣诞节就是一个愿望的记号。这礼拜伊嘛咧甲咱讲起一个新的年要开始，爱对心来开始。人的态度若正确，你的将来道路就健康。愿天父上帝祝福。用礼拜最开始是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态度。就亲像我拄则甲咱分享，迄个兄弟带伊的查某囝，要求牧师带因祈祷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用咱的心，这个心比你的查某囝、比你的囝儿更加重要。将你的心交伫上帝手中。上帝为安尼讲，你就爱敬重、尊敬、看重，因为上帝的礼拜日、上帝的主日是圣洁的，是重要的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伫新的一年要开始，咱的教会拢有跨年的祷告会，我嘛要去甲咱邀请，你若愿意，对今仔日这段圣经开始读，然后敢会当伫拜四的永暗，咱做伙来教会，为着新的一年来祈祷。但是你要穿好少哦，吼！听讲今年的跨年祷告会要降到5度到7度，哦，你若惊寒，甲你的面罩披早来，我砍头砍面，毋是安尼啦，吼！咱做伙来到教会，咱伫上帝的面前看重，做一年，我要伫你的面前感恩。2020年，感谢你的保守，回顾咱伫一年中间，咱的生活的态度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我真期待恁会当成做真正的基督徒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我真期待恁成做真正的基督徒。我愈来愈感觉讲，我会当佮甲恁做伙做礼拜时间，可能会渐渐少，因为总有一日我伊会退休。我毋是甲恁恐吓，嘛毋是甲恁情绪勒索，绝对毋是迄个意思。但是我真正期待，恁享受伫上帝所赏赐咱，即个诚侪上帝宝贝囝儿查某囝，迄种的稳定甲快乐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我真期待恁，诚侪真正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拢诚侪一个期待。过去的一年，将来新年，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圣神帮助咱，互咱年年成长，互咱的生命有上帝的美妙，上帝的水。上帝的阳光，愿天父上帝保守照顾咱，因为既然圣经的祝福的话，拢是上帝亲嘴讲的。今仔圣经无就是以赛亚58章，无就是路加第8章，这2段的圣经拢有讲恁来斟酌听，因为这是上帝所讲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以赛亚58章，以赛亚讲，今仔日我甲恁分享的，今仔日我讲互恁的，听上帝的话，这毋是我的话，这是上帝爱我对恁讲的话。耶稣嘛甲伊身边学生讲，路加第8章18节，
伊讲：恁应该细字听，你们应该小心怎样听。国语的圣经讲：小心怎样听，足奇怪的翻译法。听就听，该怎样听？小心听，意思就是讲谨慎来听。怎样的意思就是，这个话内底的美感，迄个字，迄个怎样的意思就是讲，伫迄个话内底伊真正的意思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敬虔的人就听有上帝的声。咱若凊彩听，咱就有当时会忽略掉上帝应允甲祝福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。今仔日圣经安尼讲，你要因为上帝来得到幸福，恁的囝儿孙要徛伫社会悬的地位，毋是啦。伊讲，恁要徛伫即个地上的关山，好亲像咧甲咱讲，伊的社会地位悬，伊要徛伫人的中间，互人看起注目的所在。这咱拢爱。咱拢咱的囡仔将来做状元，当然今仔日无状元这个制度啊。但古早人咧讲状元的意思，是出头天、高读册，将来做大官，伫社会有地位。今日圣经讲，你若因为敬畏耶和华，听伊的话，守伊的安息日，你的上帝要互你的囝儿孙，得到你的祖先所享受的产业，阁有。伊要徛伫一个地上中间的悬的所在，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就是，你的囡仔将来伊的心要用天顶的事，做伊心中的价值观念。所以兄弟姊妹毋通误会讲，上帝听咱的祈祷，要互你的囡仔将来做大官，徛伫社会地位极悬的所在，安尼尔毋是。是要开你的囡仔的心，开咱的囡仔的眼光，互伊知影讲，伫即个世间遮尔重要的代志以外，阁有比即个世间更较悬，迄个创造宇宙的上帝，是超过咱做父母无法度想象，无法度理解，是超过咱做牧师、做长老、做父母的，无法度互咱的囡仔迄个生命的悬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耶稣咧讲路加福音第8章，今仔日牧师只有读一句，请师父读一句，意思这句话会重要，恁都要谨慎细字听，因为有话要搁加添予伊，无话咧要收回。上帝圣经捌互咱。有伊的应允甲宝贝，但是若无注重清彩的人，上帝要将伊收回。所以牧师伫今仔日咧讲读这个圣经，咧准备甲咱分享的内心话的时，这段话伊咧讲就是恩上加恩的意思。有话要搁互恁，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伫新的一年，是恩上加恩的人生。是力上加力的人生，这是一个真通俗伫教会常常互相祝福的话。但是你若感觉这个话会真正变做真正的，这个祝福就真做你头前的恩望，实实在在要临到伫咱的人生。愿天父上帝将多家的人生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的祝福，享受互恁的家庭。换一句话讲，你的后代要比你这代更加好，因为你已经有啊。但上帝要互你的有，诚做你的囡仔有；你的丰富，诚做你的囡仔丰富；你的敬畏上帝，诚做你的囡仔敬畏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伫下个礼拜进前，牧师就将圣经节甲题目信息放伫咱的族群。牧师的心意是盼望恁准备心，伸出恁的双手伫祈祷的中间，
牧师尽量若做会到，拢会提早将经文题目甲7礼拜的祈祷，提早伫咱的族群传互咱大家，愿望对恁有帮助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来到伊的面前，咱伫伊的面前伸出双手讲：主，我需要，主求你将生命稳定赏赐予我。对少年到年老，对年头到年底，主你为我陪伴，上帝你的稳定的确教育我用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今仔日同齐有3个祈祷。伫今仔日礼拜了后，牧师会阁将这个讲道阁放伫咱的内族群，互咱做复习。因为牧师一礼拜只会当用40分钟的时间，甲恁分享上帝的话。但是牧师愿望恁来做礼拜之前，恁就会当先准备心。做礼拜了后，恁会当阁定心去想，伫你礼拜中间所得到的感动。规礼拜拢互上帝的祝福，甲你三甲地地。第一个祈祷，愿上帝互咱啉着伊祝福的甘甜的滋味。伫你人生中间，你上爱啉什么？恁拢知影，牧师上爱2项，就是可乐甲咖啡。兄弟姊妹，恁上爱啥？珍珠奶茶。愿天父上帝照恁的心愿，咱甲上帝讲，毋是这啊！我要担着人生甘甜的滋味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伫主的面前斟酌想，新的一年我需要什么？伫今仔日路加福音第8章18节，伊讲有诶，甲无诶，互听起来，甲是阮有甲有。做操作看，有诶，无诶。我毋是讲有甲有一个有，一个无，毋是，因拢有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伫新的一年，咱期待拥有什么样的生命？愿天父上帝祝福恁家做一个成长的基督徒，成长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的生命。是一个享受上帝所赏赐迄个荣耀，上帝所赏赐迄个圣洁，上帝所赏赐迄种测不透的奥秘，无法度用人的言语所解说迄种的幸福的感觉。最后，咱伫上帝面前，咱需要做改变，调整你的时标啊，调整你的态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得到健康的灵魂。这是今仔日的礼拜经文所予咱3个真要紧的功课。所以第一个功课，牧师要邀请咱伫主的面前，当你单独的时，你泡一杯好的饮料，你捧一杯香香的咖啡，然后你找一个安静的所在。你会当真自然，坐伫你真爽快的碰椅，就是你的客厅，然后安静你家己，甲上帝讲话。上帝，请你来陪我啉咖啡，请你来，伫我的人生中间，赏赐上帝你所赏赐我生命的稳定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今仔日的圣经，你若愿意，应该牧师甲恁鼓励，重新读去规篇规章，以赛亚58章规章拢读。有时咱做礼拜的时候，牧师为着要互咱会当较注意去看到迄个经文内底重点，所以咱会拢会取其中的一段尔。真正咧读圣经的时，无应该干那。斩头斩尾，来应该完整规个你读上帝话。今日圣经讲了足好，
伊讲，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你若感觉腰饿、打扫，就亲像残忍，久无灌压，迄个残吼，会离开，会打扫。上帝讲，我要落好的雨水来灌压你的人生。今仔日是一个祝福的节啦。今仔咱咧做礼拜，伫清早时落一阵雨。上帝予咱的生命有春雨，春天的雨水，予咱的心灵有圣神所想说，迄个清气的水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圣经是牧师邀请恁做一读，咱甲上帝讲，感谢你，源源不断的，你永远未打扫。上帝，你要想说我的生命的内底。有迄个用未尽、用未了，上帝你所想说，迄个稳定的水泉，也这阿门吗？恁愿意上帝所予你的水泉，是永远啉未干的吗？你相信，这个上帝有听你祈祷吗？愿天父上帝，予咱每一个人，拢亲像迄个兄弟。伊知影，伫重要的时刻，伫重要的代志，这样代志已经毋是我的查某囝的能力啊！伊查某囝真优秀呢，是园林的检察官呢，高读册少年，但是伊知影有一项代志毋是伊努力就会当得到，所以更加知影。伊应该追求上帝，兄弟姊妹，你我咱拢有人生的尽头，愿咱伫上帝手中，咱看见愿望；愿咱伫上帝手中，咱得到扶持甲帮助。也愿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就亲像一口水泉。有一本册叫做《深井效应》，今仔日我毋是要讲迄个内容，伊咧讲起人的生命就亲像一口井，伊出世的时，伊的父母就爱顾一口生命的水泉，所以咧水泉中间有伊家庭的年纪中间所拄到的经验，伊咧讲起人的潜意识内底有一寡经验，所以这个水泉有时水会出问题，后来这个人的人格特质、精神的健康状态，圣经嘛是安尼讲。咱的生命的内底，上帝享受圣神伫内底，迄是一个活水泉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要将我生命内底一口水井，恳求主你甲我清气。互我伫你的帮助的中间，这口井的水无互人污染，这口井伊下骹若烂土伤济，主我要甲伊污清气。日本有一个节目，日本台有一个节目，就是因会去无共款的社区，因的几十年的这个水井，毋是水井，就是因的。迄个水池啊，因的重新甲伊水捞掉，甲伊清清气。因为社区会讲，阮即口即个水池啊内底来了一些怪物，伊会食会食阮的原生种的鱼啊，所以一个电台因制作即个节目，就是将即个水池的水拢甲捞掉，请日本上出名的迄个生态专家来鉴定。伫这个所在有啥物物件走入来？这个故事，这个节目我足爱看，足趣味。但这个节目互咱有一个反省，就是伫咱的生命内底，这个水池，伫咱的生命内底，这个水井。那因为久长的年日，咱伫这个世间的生活世俗化，有可能这个水池啊的内底就有
外来种的侵入。我故事讲到这，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心思意念是外来种。咱的水池内底有一寡物件，有可能是有毒的。咱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要好好小心，定心伫上帝面前，亲像这个节目讲，把迄垃圾水给抽掉。活水泉唔免沉淀，死水的水池，若要啉水，一定要沉淀，对不？死水才需要沉淀呐。若是一个活水泉，伊的水是永远拢清气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斟酌去看你家己，去面对你家己。咱甲主讲，主啊，我的生命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主啊，伫我的思想中间，这个水泉是毋是互人等迄个无清气的物件？伫我的内底，求天父上帝赏赐恁，包括我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，这毋是我有能力通得到的。就亲像迄个爸爸讲，牧师，这毋是我的查某囝有能力通得到的。阮需要上帝的帮助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生命有一个用之不尽、取之不竭。上帝的祝福甲稳定，主帮助咱。今日圣经即句话祝福，你免惊，嘛爱安尼祈祷。恁来用上帝做你心中的欢喜，敬畏伊。耶和华恁的上帝就要互恁的囡仔乘驾地的高处。这真正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徛伫社会中间真侪有影响力的地位的人。咱唔免自卑感，唔免甲上帝讲啊，我唔敢安尼祈祷，唔免。咱来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为着我的囡仔祈祷，愿主你互我的囡仔徛伫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地位。但是唔是为着伊家己，是为着上帝。这种的祈祷，上帝欢喜。上帝，我爱我的囡仔伫这个社会真有影响力的人，伊互人看有，但是唔是为着家己，是要互人看见是上帝的祝福。阮这个草地囡仔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今日这段圣经的话，最后要结束的是，以赛亚讲，这是上帝亲嘴讲的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第二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牧师要邀请恁的祈祷，要有期待，要有祈祷。圣经讲常常祈祷，迄个祈祷的态度就是期待。咱都爱常常欢喜，常常喜乐，常常祈祷。兄弟姊妹，伫新的一年，你期待什么？有的囡仔摕到圣诞礼物就欢喜。但是有的囡仔摕到圣诞礼物拍开了，这也没什么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有什么？你期待有什么？咱伫主的面前，甲圣神同在，恳求上帝圣神带你祈祷，看到你的需要，看到你的将来。上帝爱保罗甲伊的兄弟姊妹分享，所以保罗感觉，我虽然伫我兄弟姊妹中间，我是一个信主上慢的，因为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伊拢真早就对耶稣，但是保罗是对无着耶稣的学生，伊个误会耶稣，糟蹋基督徒。所以保罗一生有一个足大的见识甲遗憾，所以伊感觉伊伫门徒的中间，伊其实上界不配、两光的，是一个做唔到代志的浪子。所以保罗讲，我原本是种这个学生门徒中间，我是尾仔的。但是保罗讲一句足宝贝的话，伊讲耶稣爱我分享，他叫我把耶稣基督测不透丰盛的恩典传给你们。
兄弟姊妹，注意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，是目睭看无，耳孔听无，想象未到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，通过你内心敬虔的确保上帝的圣神，互你看到，伊伫明年2021年，伫到你一生的路尾，甲你备办迄种尊贵的画面。主对你讲话，上帝嘛爱以赛亚甲伊的兄弟姊妹讲话，所以牧师有邀请恁讲，就去重新甲以赛亚58章对第一节读起，因为第一节足清楚的，以赛亚听到天使的声，甲伊讲：你爱大声讲，互我的百姓听。你爱大声讲，互我的百姓听。讲什么种的信息？就是拆毁与重建。教会不是干那讲讨人喜欢的话语尔。礼拜中间牧师不是干那讲，你听了会顺心的话安尼尔，不是。你我咱做主席，伫这个所在，咱是要听对咱生命有造就、有警醒的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耶稣讲：恁着爱细字听，恁着爱细字听。兄弟姊妹，听你内心的声，听你第六感，上帝所想事，迄个感动。伊讲：凡有的，要加给他。阁有做头前的，将来要做落尾。较早入来教会的人，无一定较早到天堂，嘛无一定入天堂。兄弟姊妹，细字听，免得上帝收回，上帝收回，收回咱伫地上的时间。伊讲：你伫地上若无要做工，较早倒来。上帝收回伊的文书，愿咱伫主的面前警醒谨慎。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，这是和本汉字的圣经直接的翻译。但是伊真正意思是讲，恁爱谨慎听，听什么？听上帝的话。因为今仔日这段圣经，伊最要紧的故事，就是耶稣咧讲的撒种的比喻，也经济的譬如。所以真足听的人，伊的心田就结出水的农作物，然后健康结出生命的果子。凊凊彩在心硬无愿意听的人，这粒种子就死去。伫伊心中的心硬甲拒绝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。这礼拜重点毋是听牧师的话，这礼拜重点是听上帝的话。所以牧师最重要的责任是互上帝的话真正互人听见。毋是讲家己的话，愿天父上帝帮助所听兄弟姊妹，恁常常听到欢喜的声，常常听到鼓励的声，常常听到应允的声。上帝将伊的信息、主爱赏赐互咱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兄弟姊妹，无人会当替你回答这个问题。你爱伫新的一年有什么？愿天父上帝，互你听到圣经甲你讲，今年的年底，我要互你的明年是一个测不透的奇妙。我就甲上帝讲阿们。愿天父上帝赏赐这阵的少年囡仔，恁长大人了后，上帝要互恁的人生是一个恁伫细汉的时阵想无。
的奇妙。这是牧师为恁祈祷，也是恁的爸爸妈妈为恁祈祷。上帝祝福咱的囡仔，上帝嘛祝福恁，甲恁的囡仔拢同款，享受主耶稣所带来那测不透的奇妙。咱伫主的面前讲，主啊，这种的滋味，伫今仔日开始，你敢真正担着主恩典的滋味？咱甲主讲，主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一生担着主你丰盛恩典的滋味。主祝福咱每一个人，这是上帝的话，细字听，这是上帝的话，细字听。上帝讲，我要互你幸福的人生，我要互你伫社会中间有地位，我要互你的生命真做有影响力。但是最重要是讲什么？最重要就是因为要看见上帝的话，你就明白上帝的事。所以耶稣讲：“我岂不应该以父的事为念？”耶稣12岁都会晓你甲伊的妈妈玛利亚讲：“我住伫礼拜堂中间，你咧烦恼什么？我住伫礼拜中间，你咧烦恼什么？我敢无应该先求上帝的话吗？我若读上帝的话，我就更加要读英语啦。有时咱拢想讲先读英语，但是真正咱的囡仔所需要的，其实若有上帝的话了后，伊智慧就开。这就是耶稣所讲，有的要再加给他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。最后，我顺便邀请恁为着恁的灵魂，为着你的心灵状态的健康，你的情绪，为着你的思想，因为深井效应本册咧讲起，有的人细汉成长的过程有拄着创伤，就亲像迄口水泉顶悬，互人有弹落无应该有的垃圾的物件。咱的生命中间需要将迄个苦毒、将迄个伤害、将迄个错误的想法，咱求主耶稣甲咱医治。这叫做拆毁与重建，这嘛叫做清好清气。天父上帝帮咱，现代真侪人的心灵其实无快乐。我无要过头丑化今仔日个时代人的苦楚，无需要。真侪这个时代有真侪人困袂去，需要安眠药。这个时代有真侪人精神上容易受气，这个时代有真侪人情绪无法度稳定，有时真嗨躁，有时真低潮，叫做忧郁。兄弟姊妹，咱敢干那要一世人活靠药啊尔？除了药啊以外，敢无其他方法吗？也在你想咧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生命得到恩望。所听下这新的一年，咱做伙心同心，互相做伴，较侪鼓励，较侪接纳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新的开始，伫主的面前。亲像以赛亚今仔日圣经甲咱讲，恁做父母的人，爱伫恁的家庭建立地基；恁做父母的人，爱伫恁的囝儿的面前开路，重建咱历代祖先所留落来上帝的话，伫咱的世俗化的家庭思想的中间，做保破网的人，为着咱的囡仔。铺出一条正直的道路，也这间教会是咱共同的，咱同心来建立一间有上帝的话、受尊重的教会。
主听咱的祈祷，互咱今仔日，咱要亲像以色列人。以赛亚第58章14节讲：上帝就要互你用你的祖先雅各的产业来养饲你的后代。上帝就要互咱用咱的信仰的前辈以及圣经的话来养饲咱的囡仔，到代代无尽。主就互咱今日做伙礼拜，上帝互咱伫新的一年有所期待，互咱的祈祷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话语顶悬，阮学习得到医治，得到造就。感谢你，阮伫新的一年，阮要将遐绝望、将遐忧伤放落去，因为主耶稣你有教阮讲：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，不配进天国。主求你帮助阮，斩断所有的颠簸。主你互阮享受做你的囝儿迄种的幸福。阮相信你听阮祈祷，无有一个人例外。感谢你，我要唱哈利路亚来进入2021年。学到你的圣尊名，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